第一波罢免案结束啊，国民党开始写票，因为罢免无一案成功，在野党嘛点名赖总统爱适当主席，嘛要求行政院的内阁改组。当然，罢免的代表群之一周兴成，伊嘛批评民进党唔承担责任，放掉这8月23罢免，要互民进党家己拍拼。甲民众直情南做会，国民党立委李干收拄着人道感谢。第一波立委罢免案结束，国民党立委全部收掉咧。朝市南委王康比切下新罗志强也拢扫假写票，暗过除了感谢选民，也搁将炮口对准行政院。王康比搁点名，即马被关税冲击，内阁应该改组。美国的关税贸易战，或者是像这次南部受灾这么严重。行政院的表现，通通都是不及格的。突发现金1万块，在这一次民意当中，我相信朝野大家一定都有听到一定的声音。总统院长不要再天人交战。王康比个表态，那行政院对破坏现金提予其一定的后果。罢免案带头人之一做形成透过面册向罢团志刚画写，放下8月23的罢免，强调迄是压力对决的战争，责任重大承担袂起。赖清德如果还想再被打一次脸，民进党如果还想再受一次教训，你就继续搞吧，否则的话，赶快悬崖勒马赶快收手了。失败的检讨不等于就是内斗啊，中共最喜欢看到的就是民进党的内斗，党或者行政院有必须做什么样的调整啊，这个民进党内部会自己检讨。那被点名赖总统是党主席、行政院长杜荣泰甲内阁总辞，党团总调郭建明应该是无分区。林准宪认为，民进党会有内部检讨，我需要强调8月23罢免案，那公民无放弃，民进党必然也必须承担更较大的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